印度的电影业非常发达，每年都有大量新片上线。近年来不少大片创下票房佳绩。那2025年有哪些印度片值得看呢？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印度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火热上映的佳片，也有广受期待的待映新片，一起来看看吧。香卡拉先生。香卡拉先生是由阿尼尔拉维普迪执导， S. Krishna 编剧， Chiranjeevi Nayansara 主演的喜剧动作电影。一个家庭来之不易的宁静，被一场高风险的冲突所威胁。当节庆的欢愉让位于危险，忠诚将经受严峻考验。蛇神出世，魔域狂喜。蛇神出世，魔域狂喜由 Muradi Palamba 执导， Gautam Mehra 编剧，卡提克亚利安、亚尼卡普尔、拉维基上、Nitish Noma 主演。高概念生物喜剧三部曲的第一章，古代蛇形传说与现代混乱交织在一起。一个神秘生物从 Nagalok 中出现，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标志着史诗传奇的开始。衰神遇见他。衰神遇见他是由 Varun Reddy 执导， Sri Nandu Varun Reddy 编剧， Sakshi Atrish Chaturvedi、 Yomini Bhaskar 主演的爱情喜剧。2026年1月1日上映。倒霉的西达尔特接连遭遇挫折，直到遇见了独自抚养孩子的希拉雅，他带来了希望。在努力重建生活并寻找爱情的过程中，他不堪回首的过往却有可能将一切毁掉。烽火之夜。烽火之夜由 Dinesh Dina 自编自导， Cynthia Lord Jensen D. Walker 主演。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夜之间，围绕着简西和他8岁的孩子展开。他们被困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局势与3名比野兽更危险的男人拉尔切塔、汉巴伊和兰加雷蒂的夹击之中。这部影片精彩地描绘了简西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逃脱，并将一切了结。自由印度。自由印度是由 Rupert Iyer 自编自导自演的印度电影，2026年1月2日上映。自由战士尼拉阿里亚加入了由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创立的印度首支女性军队，展现了印度独立运动中未被讲述的故事以及勇气和爱国主义的主题。念意阴魂。念意阴魂是斯里兰姆拉格万自编自导的传记电影，杰德普、阿赫拉瓦迪、达尔门德拉、西卡德尔基尔、埃格斯特南德、埃卡瓦利汉娜等主演。2026年1月1日上映。影片以1971年战争为背景，讲述了阿伦赫特拉帕尔少尉的生平。国王。国王由沙鲁克汗父女首次联袂主演，帕坦导演，阿南德执导，包括阿南德在内3位知名编剧共同编剧。战士音乐总监担任音乐总监。据宝莱坞亨高姆报道，这动作惊悚片被称为印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成本最高的动作片之一。鬼屋。鬼屋 Bus Bangla 是由印度导演普利亚当沙执导并参与编剧的恐怖题材电影。该片由普利亚当沙联合 Aukesh Kaushik、Abhilash S. Nair、Rohan Shankar 共同完成剧本创作，主演包括阿科谢库马尔、瓦米恰加毕、塔布、基舒森古普多、帕莱什拉尔、米蒂拉帕卡尔、拉兹巴亚达夫、阿斯拉尼等演员。驯牛。驯牛是由维特里马拉朗执导，维特里马拉朗 C.S. Kalop 编剧，苏利叶希瓦尔库马主演的动作片，2026年4月上映。皮奇和马鲁丹参加了佩里亚帕蒂切拉伊节1年1度的驯牛比赛，希望能制服曾打败皮奇父亲的一头凶猛的卡里牛。丈夫的陈情。丈夫的陈情由 Sirumala Kishore 自编自导， Ravitaya Kartika Sharma 主演。2026年1月14日上映。拉姆酿造的葡萄酒被拒绝销售，这使得他不得不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他遇到了玛娜莎，并遭遇了种种麻烦。在这个家庭故事中，他致力于解决家庭中2位女性之间的矛盾。